乡亲好，欢迎大家收看出名台会，我是王小 K。我俩下呢是到新竹往山界台山背，大家看到我后背个山浪风景係咪非常安靜？個後背呢就是咁麼樣？台山背頭名實地就是台山嘅後背，所以新竹人下東岸下高嘅位所，到跳高呢，因為地形封閉，交通都較冇利便哦，也係因為咁樣嘅關係，了大部嘅自然生態還有農業基礎都保持呢也蠻好。台山背嘅休閒農業區，到民國92年成立到了下只12年咧。講實在話，跳高確實有下點起，不過最近2年呢，地方居民3萬安達標，佢哋團結起來，鼓勵好好發展佢哋嘅休閒農業區。今日呢，呢係朝到嚟向前大家到了大部嘅信用中心，也有8公年歷史嘅樂山通嘅苗片面跳車，向下可以講，一批去到討論現場。開會了！大家咧下到天然強條來到咧，呢出面台會開會討論嘅現場哦。基本留洋嘅現場真經非常安靜哦，係到咧板山台山背，看到咧有8年歷史嘅樂山通嘅面跳車，初到呢嘅鄉親共下來關心基本嘅議題哦。一批為大家紹介裏邊，提前呢紹介呢係呢新竹縣政府農業普透處那個課長，我們邀請到的是劉德威劉課長，你好。各位鄉親，大家好，大家早。歡迎課長。聽議會裏邊呢，你紹介係我們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的秘書長游文宏，游秘書長早。各位鄉親，大家早。歡迎第三位裏邊呢係何在代表紹介係明星科技大學的教授林志遠林教授好。大家早。歡迎阿現聰大家早。你往上台山背嘅鄉親阿媽又盡心咯。今日咧到倆吼，其實看到倆個台山背嘅個風景真經阿蠻正哦，非常好嘅所在。倆台大就講倆個台山背嘅休閒農業區，其實心裡也有熱衷嘅事件咧。到底倆個休閒農業區佢係乜嘅呢？我們經常都會聽得到休閒農業區這樣名稱。其實簡單來講，就是農業再結合休閒，佢也算係一種農業經營的方式啦，吼。休閒農業啊，其實你下度推翻東西行，大家看到吼，去做啲大同嘅功能，一個增加農村的就業機會，讓休閒還有農業結合起來，它就可以改善這個農村的這個生產結構啦，哈。所以對農村係有好處誒，它就看到提個做啲增進都市居民還有農民嘅接觸，就是說對國民來講，那個農地教育也可以在此實現。它就第三個做啲提供機會，本都市嘅居民來認識農業。那這樣我請教一下游秘書長哦。其實我們講到這樣的休閒農業，我們大山背也有，像這樣休閒農業在台灣的消費市場買單嗎？當然買單。我們一年有2000多萬的遊客到全國各地的休閒農場去旅遊。是，所以對台灣的這個民眾來講，其實大家對休閒農業區是充滿向往，只要有做得好，這個品質大家都會想去。對，沒有錯。我們只要看到假日哈，這個都會區的車都會往鄉村走，就可以看得出來。一邊看到就係台山背嘅休閒農業區，看起來啊吼，大體係兩隻範圍啦。跟用辦按照台山背呢，因為就是在這個大旗洞山，它好像橫躺的一個巨人，這個大旗洞山的背後，所以大家都按照台山背去啊。我媽媽係新竹5米2，我細時就談過，我媽媽講哦，嚟新竹那邊跳過山洞，會降上降天，生發動干苦，用英講嘛個又每個5號加到台山背，用啊，大家講。上山都嘴，下山都背，還有呢，洗飯酥挑綁住錘，吃地瓜配地瓜葉，還沒有那個櫻花蝦好炒哦。愛搶門然後現充也有來到我們在地的耆老吼，你個用高中啊，高中以後做啲搶門一下麼？跳過英講啊，你台山背個生發動干苦啊。頭先講嘅有歌啊，吼，要買要莫架台山背。上架都在，下架都背，食飯酥綁住菜，好天為雜叉，落水割天來，也是完整的。所以按用跳過可是有養生法干苦，喊個跳過台山背原來係種差下多哈。
台山伯的茶，800年前是很有名。卖到英国伦敦时，全世界东方美人茶是台山伯。呢个文献历史有记载，也是台山伯头摆是里下很有名的高山茶。哦，所以该东西头摆冇高山茶，里下人头摆冇高山茶是台山伯样的高山茶。原来还有，所以该时节也系讲冇种茶。该东西的台山本应该生发冻干苦，冇办法落实吼。台山本嘅经济作物啊，就是茶，假使系冇茶，台山本冇办法保生存。啊，你下也冇看到茶嘞啊？你下是民国60年以后啊，该是工业化以后，该是自然消灭的。后摆你有2间茶工厂，你下冇咧？了台山背吼，跳过生发区了系一部分，佢个环境好，所以该东西生产的全台湾咱的罕见了个台山背茶系非常安有名。还有大家看到了顺条个乐山通系，你新竹人就堑国建个苗志中6件个古迹之一咯。所以它有古文物，有人文，也有它当地过去的物产历史。所以那个台山背的发展休闲农业，原来有它的源头跟基础。透过下部个样片，按图来看台山背个休闲农业区，佢到底系嘛个县？看那过去山内太马草树那点点的，第一色晴天下，看起来含卡发芽芽的，看到你开向理解。就安尼，古都位都享受泰山背讲的风景，唔是个没有体验可能，以天然好食住。地发芽芽的草坪上，十分棒抢吹，一群对台中来的人下，伫洞下石头，小能另一条下十分。我记得又有讲的高山景色，你自然就会忘记享受，忘记放弃。跟大自然都融合在一起，对，然后又可以欣赏的美丽的风景，我们当然都是难得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到这边享受一下，偷得浮生半日闲，我觉得很棒。除睇第二條下紛紛喜喜嘅綠色豬，一群人客行去體驗質感美，大家唔單止感受到田中行業形容嘅工藝力，另外一方面，每次將行業批看，捨不能源頭，也對都市人來講都係很大的經驗。透過從找些外部的一些人到我的場地來，到我場地就是透過我的場地，我帶大家去看，然後呢去了解我這邊的一個經營的一個狀況。然後進而了解到我們這邊從農的一個故事，整個感覺就是說，它比較不會說像一般已經整合好的那個農場，它很商業化，去就算買東西的或很多農特產品其實大同小異。那大山背這邊，它有獨特環境之外，還有很好的一個農業的基礎。其實整體被12年按叫為嘅泰山背有限農業區，頭擺一直冇乜嘅發展。一直到2016年，才聽見東上嘅樓有限農業發展起來。是唔過也到被第3個路度出現不係動態嘅問題。最後3公里的地方是縮小，跟巴士的車寬剛好，上來就要注意一下。如果下次他們發展到遊客多的時候，希望他們社區有出來做交通管制，就單上單下做管制，會比較安全。頭擺泰山背中東倒茶，行過咁嘅野道，也下更中意，但都懂寫嘅。本地嘅風嘅土地見來見到嘅，故所就算係新竹5大有限農業區其中一類，沒冇好好嘅發揮，行過運用採地嘅資源景觀。是唔過也下我用嘅前出採地增油嘅體質，行過建起滿地嘅嘅來做出新嘅東西，將上嘅動人下去到泰山背享受田中生活咯。講到呢新竹人嘅5個那個休閒農業區哦，在新竹有5個休閒農業區，有2個呢是原住民部落，3個係呢個客家種田啦哈。對啊，樣片看到那個泰山背嘅休閒農業區，其實到民國89年嘅時節都開始咧興強，至今呢都3萬緊做，到民國92年嘅時節都正式所設立了這個休閒農業區，一路發展行到了下也經過12年咧。我現場嘅請問呢個主委哈，都係了解休閒農業區嘅管理嘅前主委用太過，其實佢嘅環境條件唔會難嘛，用慢講跳過2種年來做到算阿蠻辛苦呢。所以我愛出嚟做咧休閒農業呀，
又感觉私人感觉到有4点吼，嘿，我哋头摆做到5号嘅所在，吼，我哋会加强会打病嘅所在。第一点，吼，我哋是人嘅问题最大，人口老化，你一台山牌老农啊，是头来地好做些啊，唔会种，唔会卖，唔会包装，所以讲佢对休闲农业嘅了解。是讲唔大了解，所以冇嘛个人互你停手，还有呢？还有就是嗰啲上後生全部出去做條路咧。我哋因為你下嚟做台山多年做嘅，所以要過嚟頭擺60-70年聽嘅農業生發。其實呢個確實好，根本冇講上嚟用慢來發展嘅觀光了掉。所以講你下呢，你下要進步咧。所以講我哋頭擺係公司唔難，頭擺你強勢唔難。睇下冇講啊，從按了解講係重視嘅休閒農業嘅發展啊。先感謝你，等下有問題繼續請問你哦。其實你下有看到確實了解台山背有天聽痛，台市價為活動起來，要跑起來吼，你下睇下團結咧。做得到你講麼？你下開始開始退展，你都有嘛個目標，希望會做嘅喏。網上你認為吼，嘅亞洲水泥嘅些嗰種嘅對嗰種嘅空氣污染，所以讓山林呢最後就沒落了，哈，沒落了。那我們現在也沒有辦法把它恢復，因為亞洲水泥還沒關廠，哈。那我們 N2來推台山背茶，剛才楊校長講，其實啊，東方明明茶，佢5米啊，當真，佢20年前佢是登記，哈。東方明明茶係我5米向嘅特產，喺嗰個北部呢，佢講喲。我蓬風茶就未愛鐵產，其實是窮樣，所以佢等於蓬風茶。其實啊，你一兩樣茶會種梅價，或者台山會種梅價。所以台山梅茶係佢哋兩樣茶嘅嗰種嘅母親茶。所以呢，你今年呢想推展就講，我將再起重返榮耀，找回大山杯茶。你要到頭擺嗰種嘅台山杯啲茶，你祖先留下來嘅安好資產呢，然後佢落睇到當大爽。所以，你主委講，你下個台山背個休閒農業去個管理委員會要全員動起來，想辦法團結大家的共識，來把我們的大山杯茶的榮耀找回來。希望慢慢的，現在有2公頃，未來呢，還做得個開發，個做到10公頃，哈，大家要盡量來做。秘書長，我想要請教，其實我們過去30多年來，在政府政策的關注之下，台灣各地的休閒農業區都在繁榮的發展。那你看到我們的橫山大山杯是一個特別的例子，曾經因為有良好的天然條件被設立了，可是呢，也因為其中的動能不足而下降了。現在他們又想再起。那我們看到過去政府對於休區的相關的關注，大部分都放在硬體或者是經費的補助。那我們是不是要在我們農村如果自動自發要來做的話，是不是要先抓出我們的核心資源是什麼？那您來看哦，你覺得我們大山杯，剛剛我們農民跟我們介紹，原來他們的特產之一就是他們豐富的這些農物產，怎麼樣抓出他們的核心資源？這個是嗎？能夠怎麼來營造？其實就我們對遊客的了解哦，遊客來到我們農村最喜歡的是環境。所以我們這個地方的環境已經具備良好的條件，所以這個是最棒的一點。然後再來就是遊客最在乎的第2點就是人情味。那我們大家都是很好客，所以我們也具備了第2個條件。那第3個條件就是遊客到這個地方，他想要獲得一些東西，尤其是在農業的部分。那我知道我們這個地方的柑橘種類非常多，所以我們只要從柑橘這個類別，我們好好的去發展，然後建立。讓大家想到橘子就想到大山杯，那這樣的主題特色就會出來。那當然，如果我們以柑橘為主，把這個焦點做出來之後，我們再跟這些茶葉，再跟其他的農特產品再做結合，那我想大山杯要發展成一個這個在台灣知名的休閒農業區是不困難的。我啱現中國開放請問吼，你個台姐，跳過你種差嘅情況。你還想要復興，天天給我總起來，你都也有這樣的參與感，也有這樣子的團結心，想要讓緊走緊翻嗎？頭擺的茶，是當好噶，一斤茶是換一斤米哦。安尼個長毛摘茶劑啊，愛做生意啊，是本老人家逼到照先頭誒讀書誒時間咯，摘一類茶就做得上課哦。
头摆的茶有风茶当出名，唐凤茶台山杯唐凤茶当出名，然后包妹些有咧开发里头公司咧是跟老母后生人是出去了，我希望你下政府向公所来帮忙，我哋农家台山杯休闲农业，本佢发展，大家好吗？好，感谢咱个台姐，诸位，我请问啦咱台姐也有广告跳过历史，大家你还有心想的，可是咱个差种起来，不过你还也看到啊。以前是200公顷，就下滑变成0公顷、2公顷。未来你们想要做到10公顷，你就要用个方式来做来推广咯。明年有新疆到农委会新疆请15户现在比赛来种茶特产呢，你补出几个种的茶让目前呢是500丛到1000丛，鼓励佢种茶种的呢，你种好茶在来绕强啊。你客户人气新竹台北也都这种的一般的游客啊叫做认养那茶，比方2列的茶是一种自己喝的茶自己种，就是说，因为我们大山杯的茶是友善耕种、自然农法、无毒的、没农药的那我们那边有一个茶席啊，就是我们这个自然农法的茶叶问题我也会请问寇总，就是我们看到南部的美农，就用比较创新的股东会的方式来招募这些各地台湾各地的这些潜在的消费者来认同我的产品，来参与我的农业耕作产生的共同的连结。个缝隙对那个台山杯种干么也好，就是复兴他们的大山杯茶也好，那个缝隙很也做得来参考的呢。那我们休闲农业区是讲6级产业。他这边只讲到生产的那种生产链，那事后怎么去把它那种产品提到6级产业，才是我们比较核心的地方那当然一开始用认养的方式来做它的那种生产保障，那是可以的那事后呢，像我们今年呢，我们的林志远老师也有辅导他们把三宝柑呢，把它那个皮把它提炼成一个蜜饯型的东西，把它的原本要丢弃的那种的皮把它变成一个产品，这也是我怎么去能够让他们那种产业来发展另外一个就是说认购方面，还有讲到文化层面了那我们的茶文化在我们当地人怎么跟我们客家来做一个结合，跟我们这些历史古迹结合，跟我们的生态做结合，我想这是我们事后要走的路。我们看到，其实今天在现场，大部分菜题感音都算是中年音，还有老人家下多，后生音下少。不过看到现场有一个年轻的朋友，你好，我想请教，如果说大山杯的休区现在物产有了，景观也是好在那边，还有我们的文化古迹都在，这些那么好的条件，我们要吸引人来，要做到服务，在创新这一点上。不过服务，你看到我们现在现有的这个村落里面的人力是够的吗？我在清大念研究所，然后来到大山杯这个地方，然后发现这个地方真的太漂亮了，在新竹很难找到这么漂亮的地方。然后放眼望去都是结实累累的橘子，然后一吃之下才知道这些东西是真的又天然又健康好吃的东西。但是也发现了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城乡差距的问题，然后人口老化的问题，然后有一些的产品没有办法去直接接触到消费者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去年我们来到大山杯，我们自己创业，然后希望把这样子在地好的东西，透过一些年轻的创新的一些更深度服务的方法去推广给更多需要的朋友。所以先谢谢你。我们2个彩题下头又一个向上挑也都建议林教授，其实我们发现，如果说要做服务，一定要有充足的人力。在人力当中呢，如果是说年轻人的比例才可以再高一点，他们的创意他们的想法可以带活这个地方的发展。不过我们想到说，在这样相对比较偏远，又在山区的这样一个农村的客家庄的农村，这种人力上的吸引，以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努力呢？如果你要年轻人回来，然后就跟老人家一样4点起床，然后就去采茶种田，然后太阳黑了就赶快去睡觉。我想年轻人是不会回来的，无法吸引到他们。对，无法吸引到他们。所以我们刚才科长也讲了，我们大川杯将来一定要走到
6级化的这个里面，也就是说，年轻人回来呢，他不能够不种田，但是他不是只有种田，他还要会加工，简单的加工，他也会做茶，他也会做这些水果果干的加工啊，他还会怎么样呢？他还会卖东西，他还会带导览带解说，他是服务的，也就是我们的年轻人回来以后呢，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下田去种田。他可以怎么样呢？他可以这个自己用自己的创意把它做成，比如说像这个客家的糕饼啊，果干啊，柠檬果干啊，然后呢，他礼拜六、礼拜天又可以接触漂亮的妹妹，然后跟他解说，哎呀，这个大山背很好玩啊，我想这年轻人就怎么样，就会回来了。所以呢，我们要创造这个，但创造这个最重要的一件事，要先怎么样？要，如果可以合法申请农场的。可以合法申请农村民宿的，这个我们的政府要帮他。然后呢，这个学校的老师还有现在在地的学校都在推这些终身学习那这些的技能，那我想这是年轻人要回来一定要做的事。是安样。好，寇总爱请问，所以唐教授安讲起咧，突然政府咧偏个想法了方向，也系讲圣山重要。不过你下研究对经济下落法，除咗圣山之外，你就还系加强希望台山北咧偏会做到父母要升级。对你新竹染改五改修区来讲，我们大山背的这个市场定位，你们有可以帮地方居民抓出来吗？那我们大山背第一个要做的是资源盘点，资源盘点，现场资源盘点，把它做一个比较明确的整合。从你来讲，你觉得明确的整合有哪一些是可以整合在一起，而地方可能还没有做到、注意到的？目前呢，我有发文给每个农会以及我们的修区希望他能够把它那个按照农民来讲是24的节气，怎么把24节气呢？把它的当地的限定的蔬果呢，把它挑出来，那这样子事后在我们规划旅游路线的话比较好规划。要在努力方向非常多那像他们的组织的分工是不是比较更细、更健全希望能够所有的我们的协会人都可以纳入我们组织里面。第二个，返乡的青年、青农我们现场也有一位青农那我希望他只要返乡的青农都能够加入我们新竹县农会的青年农民因为在里面呢，我们公部门也有放一些经费是专门做教育训练的然后希望借由青年农民返乡之后，让他有一个发展的空间，以及意见交换的空间。找回荣耀的前提要先看准方向，公营进行达标。到你新竹染五改修区之中我们大山背的面积是最大的，总共快要将近400公顷，有372公顷。安台、安番都大旗洞山的整个背后的整个大山背，它范围很大，所以它景观好，自然生态好，这个不用说。可是问题也来了，就是这范围安台、因台都也好分散，所以在这个社区共识，还有大家这个对我们来修区一起推动的这个养成上，要集合成大家的那共同的心力，就又很难。所以你寇总要去讲到部分就你采地这边想会好好的推动你改修区这个地方的意识社区的团结可能会先整合。我总归是我也请问你也准备到两篇采地在做达标，看到两下会突破两个困境。其实复印跳下寇总提点到大家，先做第一个，我们把资源盘点起来。等下封面体缝又走丢了吗？听科长又讲你综合讲人文包含文化这一方面，然后再来结合我们的产业。农产的部分，整个是做一个行程的规划。你还要或许又都该走嘞走你又走3个有半日的路线，有1日的路线。那住宿的问题是还没完成熟了你也是有地方的这个那个森林游乐区或者是九华山庄问题他们现在这个。能提供的这个少量的住宿还是就好。您的问题我听懂了，先谢谢总干事。谢谢。那么尤秘书长，我请教，你也看到了，我们大山背目前从硬体设施来讲是相对比较不足的，然后我们的农场合法的大概也就2、3间，亮点是所谓的亮点比较少。可是我们蕴含的天然资源跟我们的丰富沉厚的这些人文的历史以及是很多的，所以它条件很好，但是还没有被形塑成核心的商品或产品。您来看现在这个方针要怎
怎么样打，才可以把他们已经原本具有的东西把它凝练出来，被大家看到。那这个设施部分是不是升级也需要一些外界的帮忙？我觉得这个地方不太适合有太大的建筑物，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地方是山坡地，而且我们的景观很漂亮。那没有住宿怎么办呢？其实我们跟都会区做结合就好。如果说我们这个地方能够跟新竹市，比如说跟老爷饭店做策略联盟，住的客人在他那里，但是一日游拉到这个地方来，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结盟，而且当我们跟比较高档的这些饭店结合的时候，那我们的游程的品牌啊，自然就被拉高。那但是呢，他们的要求就是服务，然后再就是特色。那服务我相信这个经过训练没有问题。那特色呢？刚刚大家提到亮点，我刚刚会提到橘子是因为我们传统的这个谈到水果都把它当作采果而已。那刚刚科长跟教授也特别提到说，我们应该要把它6级化。那我再具体一点，也就是说，橘子不是只有橘子红的时候才卖，橘子不是只有橘子才可以卖，树干可不可以卖？花可不可以卖？然后橘子。这个我记得这个柑橘类开花在3月左右嘛，那个整个村落是非常香的，这个时候其实最适合吸引游客过来。所以参观跟体验这个过程其实就已经是在贩售的一部分了。对，没有错。很多地方游客来到这个地方，光呼吸就可以卖钱，新鲜的空气就可以卖钱。就每一张我听爱强林教授，这个整合听起来现在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一件事。大家的条件都有，都在那边，人也在，物也在，景也在。可是这个整合变成很重要。这个整合的具体办法，能够告诉我们的乡亲吗？我们客家有一种茶叫做酸甘茶。如果我们呢来研究，去外面买好的茶叶，然后呢把它做成3宝甘茶。哇，这不是很有意思吗？那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呢，茶园种了以后，可以。那我们刚才也讲到了，所以这就是那我们就要整合啦。老人家可能要来教年轻人，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人会做酸甘茶的？我听修一下，我还没做很厉害哈。对，你看，那老人家就可以来教不会做的。然后呢，谁我们在地人都知道谁家的茶园好，绝对不会买错。那买回来就我们这个酸甘茶就可以做好以后呢，刚才我们也讲到，我们年轻人很会服务啊。我们在怎么样？我们在这个树下3月的时候才来卖这个茶，这个不是很棒吗？好，那再过来最后一个整合就是交通啊，也可以用这个怎么样？免费公车，然后来串联这种轻旅行啊，这种怎么样低碳的旅行。那我想这些都是可以整合，但是这些的整合里面呢，要有怎么样？要有一个组织，然后要有一些的协助。所以我想啊，农会啦、公所啦、县府啦，还有在地的学校，那这些的业者也可以去参加像这种协会啊，怎么样？那这些就是我认为的大山背应该要立刻去做的。好，非常感谢高秀哦。所以我们农民可以主动，但是后续我们相关的政府单位他们的帮忙也是缺一不可，才有可能让这个成功更快到来。还甲最重要呢，是因为农民大家有强心，大家有想法，打开你的门，行出来提出你的父母是哪你的贡献，大家向后来了解查起，了解种挑解发展带起来。你先现看，影片个仲咧继续看哦，到台山背提起，记到是三马按大饼，用做出7个故乡嘅故事。
家都转到讨论该现场哦，你根本很累到网上该台山杯，广东湾山，大家不要再只想到我们的内湾哦，你该台山杯，给按天然该自然环境，按淳朴该年轻，还有按古老了解客家文化历史都动都该发展。你现在看一段样片哦，其实到台山杯了，某嘛该认为的，可能推土行业群某的素材，其实几有几精彩呢。见到的礼拜2日，地台山杯天气就会一个素材一定闹热。忘記小細地做嘅啲呢，唔但請帶地大家明顯行做好生嘅家客，也抗地山高路度兩地嘅風力共享規劃，未再個發展起來。1年前有2個好生意，總開運同吳明星去到為台山杯，見到3萬嘅改善空間，前嚟去了解地方嘅需求，得到農民嘅幸福，用在地嘅食材來入食。未同在地的小農談解決農產少數的問題。我們是來到大山背之後，發現這邊有休閒農業區，然後有一群非常認真的農民朋友們，他們用最天然、最有機，然後最無毒的方法在種栽種，然後我們才知道，哦，原來不撒農藥的作物可以長得那麼漂亮，然後橘子可以甜到會讓人家非常感動的味道。那本期買些哈，可以減少起廠誒波些，再一次的運費啦，還有那個他中間商他也要利潤啊，所以我直接給他銷售的話，會去買些哈，還是減少個中東岸誒不個新聞啊。利用泰國嘅高原地度，種嘅20人種嘅柑咩，總開月唔但搶天賣，去年還想到攞柑咩拿嚟做禮盒，用創意嘅想法提升呢農產品嘅價值。其實市面上很多我們大量生產的價格，當然會可以被壓低。那其實果農的園子裡面還有很多一般不會進到市面上的橘子，那它的風味其實是比較不一樣，有些差異性很大，或者是你根本是不知道的品種，那我們就把這些小小的品種集結在一起，希望可以團結力量大，然後把它的價值給拉起來。太在合作中，該好處是什麼？市場會做大呀，面會做大，面就會做大了。就是不把連線的話，因為大山背哈，台山背是一點一點哦，你根本冇辦法把嚴重啊，所以講幾樣那些慢慢看到條線。有人用泰國最電商強州同柑咩，我哋泰山本人的空間來賣，同總開源皮下關呢，佢都會固定留自家種嘅東西送到亞來賣。安尼唔但唱，行家多人有機會送到泰山坡嘅菜地出產針對嘅作物，大幫後生人他成派的頭腦明了解，也到小農辛辛苦苦種出嚟嘅東西，就會有行家多嘅出現。都樣片，你看到咧，柑仔染真緊安醬吼，無怪咧欣賞為講，其實柑仔染唔但像先生柑仔做的是，佢安醬嘅染度，還有佢風向嘅味道，都做得相應來看。你看到咧咱哦，非常安泰了，那普通市面上看到嘅柑仔冇強容，這是在地才有的特產，按到福祿壽三寶柑，然後富貴堂皇嘅名兒。就好又講到這友善耕作，所以它吃起來的這個自然芳甜哈，是很受人歡迎的。但是你也地哦，你這一籃的這個橘子，你要改農產品，就可以挑個品牌。當它有品牌的時候，它就可以產生無形的價值的哈，可以跳脫那種為了生存的殺價策略。所以大概品牌改包裝，動到裏邊的講到非常安重要。問題應該搶問你改開用哈，你很特別。剛剛在影片中我們看到你帶着朋友伙伴們一起來開拓這個大山背的人文生態館，變成是在這裡休區的一個亮點。你看到的農民的樸素的橘子，它產品好，可是如果透過說故事的方法去包裝，它的價值就往上攀一層樓了。這個對我們在農村經濟的活絡變成是很重要的一種手段，其實一個核心價值的，就讓外地的人看到它的這個可貴的內涵。那你看到我們現在在大山背來講，除了橘子像這樣要再提升一階，你還看到其他什麼也是需要在地居民能夠走出來把他們的產品提升的呢？其實我們一直進來大山背之後，我們就在想一件事情，有沒有可能不是壓低成本，有沒有可能是創造更高的價值？所以我們用這個出發點去做很多不一樣的發想。我們把橘子變成禮盒，把
9种不一样的橘子变在同一个礼盒里面去做销售，甚至是我们把像刚刚老师讲的加工品，我们把橘子酱。把橘子做成橘子酱，把它做成橘子酵素清洁剂，把它变成更加工的一些产品，把它价值往上提升。甚至是透过一些更深度的旅游体验，我们透过在地的小旅行，透过一些更深度的农村体验，带着大家进到园子里面去。更认识大山背，也认识这些农民的这些辛苦的作物。那你在过去1年操作的经验里面啊，你觉得那些外地来的游客，经过这样的一个体验方式，他们会更敬重农民生产的农产品，也会更珍惜他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农村的景观或环境吗？是，我觉得我们在教导他们的不只是怎么样去吃到一个好的东西，更是怎么去用一个更尊敬的态度去尊重我们的土地，怎么样去用一个更友善的方法在对待我们的农民，然后用更尊敬、更有价值的方法去感恩这块土地跟这些辛苦的人们。好，非常感谢。有上挑起厝咧做自然个真好，柴体好的东西都做得拿出来。我先重要就看到哈，了解欣赏。这个我们大婶婆的家，从一走胖多两片，了解欣赏几啊7个又经营这样子的一个人文生态馆。我本应靠对时间，大家做得全脸强下，又做得带动伊改便宜，走胖是胖安样吗？有，俺爱胖就退出日本去了，佢愛佢多胖為人愛做飯，改到用人客來，有為人愛做飯，所以拜6禮拜吼，應該是消毒挺好啦。係啦，其他時間就因為都冇乜人客，要麼冇乜人客，大家上班也有啦，你下就講為拜託上級機關你人愛態度，你向頭路人愛冇態度，還有向頭冇態度，嘅天出來就騙數嘛，一般那個騙數個人啊，負擔差。人家話上面咗啦，所以我感覺當奇怪。所以講，本來那個大家點樣自建做得都好好安排，不過你下督導你才你都督導下大家問題就係講，你咪兩年係用一下，平常時係下摸一下，然後摸一下係因為講一方面送你個交通冇安利片，還有你同你片個共享設施也合唔啦吼，我先感謝。你應該也請問吼，其實你同你台山背，真經河山河水啱啱講，係咪從泰國講嘅？你哈冇按到，那那個交通路線方面也係有啲關係咯。我哋首先來感謝人政府老鄉公所合力向觀光局爭取的接駁車，接駁車屬於中型巴士啊，是大眾運輸工具啊。為了也一方面為了我們地方發展特別爭取，一方面為了節能減碳啊。平時好少啦。但係2年嘅時間都有下動應該利用。但是咧嚇，目前來講吼，外地啊，感應啲嘢很減少啦。所以你是總要講到吼，了解還有財體嘅泰國講到，你度送到了台山背，為了遼東河，唔過會到山下客到山東吼，可能還需要那個交通下利片掉啊。你是總要講，你下有啦，講說你要就準備你個免費公車好處，唔過公車可能那個利用率啊，還有結合率方面個會提高。我請問你下現在那個主委哈，主委。請問吼，你也啲基本也有信步咧片休閒農業去甲主委去也有咧，然後記到咧比，你真嘅下山檔，你交通，你甲共享設施，冇記到安好安利片，你啊部分會變做呢條，你係希望講做啲下升級掉啊，也做啲做下到，你提升呢條發展嘅冇？你也希望講，沿路嘅樹木啊，樹木啊，嘅樹枝啊，能夠把它稍微修剪一下。講緊吼，比如講中型巴士啦、大巴啦，佢嘅車檔啊，就唔會堵到啦。你係希望吼，嗰種嘅你嘅鄉公所人政府做得。所以提供許多了解免費公車，差唔多就到做得大類人潮嘅。甲課中愛要嘅請問，你下免費公車係你公所上到講嘅發展，你也是阿蠻好嘅哈。不過呢，你下現村土方面係唔係又拉白？利用率方面係唔係又拉咧？我們內灣的免費公車是有5條路線啊，其中一條路線就是大山背這條路線，那是配合這個內灣火車行駛的時間來行駛哈。那針對這個宣傳方面的不足的話，那我們公所也
在跟客委会争取经费哈，那我们也在我们的乐善堂，还有内湾车站、核心车站，大山北岳的人文生态馆哈，还有我们的民俗文化馆哈，这边增设有那个导览的系统哈，导览系统那当然有一些我们在地的一些景观还有特色的一些说明哈，那我们也利用这些资讯设备哈，对外一个行销，说我们横山有这个免费的接驳巴士。谢谢科长的说明。教授，我想请问一下哈，对我们很多的广大的观众来讲，我想到大山杯，你们今天讲的这么好，应该动雄为瑞啊。不过刚刚相信几个有反映到了哈，这个公车它能够它的利益很好，但是要起到最大的效益哈。当然，第一个可能要让大家众所周知，我才好去利用这个公车。那公车除了说把人载上山之外，您的观点哈，学者的研究总是创意比较多嘛哈。这条公车还能够怎么样发挥它更大的价值？不只是把人载进来，它还可以做一些怎样的结合，发挥它的效益？给我们的免费公车几个参考。哦，第一个呢，公车如果只设定给游客来玩，那注定了1、2、3、4、5。就会在那边浪费的开，所以呢，1、2、3、4、5呢，应该要它的路线应该要考虑到我们的乡民下山的方便，所以呢，它应该就是这个路线呢，哈，它1、2、3、4、5是社区的公车，然后呢，6日是观光的巴士，所以它就必须要多用一点心思去这样子调整。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每一个站，它的周边都有很多的文化资源、产业资源。我们做事情呢，要就是做了一步以后，软体要跟上来。那软体要跟上来呢，是公所来做呢，还是交通部来做呢？我们可以去思考。但是呢，以公车你看它要接火车，又要它有它的班次，那这样子的。我们在那边等公车，假设要等1个小时，觉得很麻烦啊。但是如果这1个小时，我去穿街弄巷，我去庙里面拜拜，我去一个果园走一走，搞不好时间刚好。所以呢，能不能够以这个火车这个公车站周边1、2个小时为范围的走路可以到的，做这些产业资源、文化资源的汇整的一个公车的手册。那这个如果都可以做的话，我想这个免费公车的效益就可以达到这个最高。好，谢谢我们的老师寇总应用的熊。我想在搭公车的时候，他有段时间是坐在公车上哦，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在公车里面有一部电脑，一部电视来介绍我们当地的景点，让他觉得到哪边是符合他那种的期待哦。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分为一般游客跟那个团体客哈。那团体客方面，我们目前做比较成功的是五峰的那个和平部落哈，和平休闲农业区，他们是跟我们新竹县的喜来登饭店结合，所以他们喜来登饭店他们本身就会派车。接他们团体客去的。那也是一个车子的力量进来哦。对对对，所以说目前原本就我们讲五峰和平部来讲哈，它原本也是已经快要倒的一个休区了，现在它已经做到要管制游客了。哦，人客生意越做越好。对，怕很多。等于说我们事后怎么去跟异业结盟，这才是我们比较重要的地方。像我们的万瑞森林，我们也跟他结盟啊。我们也可以跟那个我们的喜来登结盟啊，像刚才老师讲的，我们新竹市的饭店来结盟。那这可以避免说我们以后在我们假日以外的游客数的减少啊。另外也可以跟我们做一个环境教育的一个场所去认证，那学生也会来啊。那就不会说我们每天只要等到礼拜六、礼拜天我们才有游客来。我想这样可以找多方面的资源进来会比较好。你来用非常感谢寇总。你个休区按照它的这个绩效，还有它的这个品质上的这个细致程度，分优、甲、乙、丙哦。你个台上不会提起，跳过还不列等，因为都快要没落，被排除在休区之外。定狗体凤早上打表，现在已经来到了乙等。好，那乙等、甲等有没有甲等呢？你信主改早门体系就会甲等的休闲农业区，那每一个等地呢都可以得到不同的补助款。那我们也听到说，我们台上的来宾有讲到，其实在地方民间主动之外，靠自己
独木难成林呐哈，自己来打拼当然很重要，可是更需要的是抓紧周边的资源，我们一起来异业结盟，一起来策略合作，用场做对发挥，你个做翻。今日来到啦新竹，你也来看，你个甲等的小区，我们的枣门，佢都有很容易做。枣门啊，台山背个体力环境係比較容易去，大家做啲相符合習教育嘅所在，要到哪位呢？平常时的下祖石头，新竹周末有限农业区还是有1栋以下。第9公府青提都的城府有限农场，所在地卡高岗、点点眼都系高热。第也唔但像橡树味道自然的田种风情，美感树味道客家种的特色。我主要係做傳統嘅客家，客家菜啊，韓國嘅擂茶、種糍粑，呢係我嘅特色。不管係戶外教學也好，研學類也好，我哋教落當歡喜嘅。地周末有限農業區度，一年四季都有無同樣嘅景色，各個高野都各有特色。像用人嘅高野，主要係種山楂，還用山楂來設計自家桐樹作為體驗課場。其實在地的特色就是把最自然的把它結合在一起，而且現在最流行的從產地到餐桌。就是說把整個一個在地的農產品，然後直接到餐桌上面可以享用得到。各家人的高原係連連向下，相互昂昂邦邦，天天呢建立出周末有限農業區嘅名聲同信用。他做到要麼嗬，莫你話賣馬東西好賣，我話你咪嚟做嘅生意，而家是冇人做嘅，一沙做一樣，平均來做。大家點冇同樣，人哋看到，點冇同樣嘅農村，唔係話搶勝利。那時候我們有感一級產業的危機，所以我要做地產地銷，我做了這個地方的基礎建設，我讓遊客可以進到這個社區來。那我們所生產的農產品就借由這種一個平台就賣出去，不需要再轉的搬運到所謂的果菜公司去。民國92年開業周末有限農業區，因政府的農村一隻計劃嘅規劃做出名聲，民眾許多嘅知道農路線，安然有食材，一到人主動好去，田種下本時也行出一條新的路。枣門也係新竹動有名嘅所在哦，因為佢嘅體力環境、環境我係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啊，佢有佢建築物，也有九宮府，用依山傍水，所以動作細節都受到注意。他們的修區的整個經營成果也是相對成熟。老呢個台山背水係兩鄉體啊，兩鄉體之間相互合適。今日來到現場也有呢枣門休憩嘅呢個主委，請主委。跳下吼，呢個菜地嘅台山背嘅農民都見農業調做到安好，佢哋也要學習取經啊吼。產業來看對台山背嘅了解，還有呢啲嘅新講，你遲到做啲乜嘅分享俾佢哋嘅。從我個九宮府到台山背，我聽私人上去看，哇！你風景很正，四隻缺點看到，讓我九宮府為有張差一節嘅問題是講表差，天差為什麼？你看，來只為所做天差，你來到咧有係啊，是冇天差路安勢啊。你話接駁車，因為來心意邊，該在某人上喺咪嘟嘟嚟，該咪要做啦，冇做窮樣。我嘅看法，每家先出幾家要特色嘅東西出來，做每家嘅東西，做到要麼從喺九宮府安做，套裝形成，你睇下冇天差裝要麼？你啦還有，個結合到內灣嘅咧，很多人客，用模型上來，因自家好考慮下講，我咧就係模型上來，睇個水保局嘅局長講，沙氣冇產生幾個電咧老硬啊，你係沙氣有限啊，是講自家要麼冇通嚟向政府嘅幫忙，自家咪做咧落先做。像個樹強過誒，為萬差誒，全部喺呢個自家記啊。自家來做啦。係，按樣為家登記排簽落去麼？你嗱做迄個啦。好，你先感謝鋪手，感謝你新婦嘅兩邊枣門嘅主委也來到兩邊。該永泰哥，我請問吼，
了偏专门甲主委又讲为了。一起的吼，了盘那个休息安动，因为动重要一点吼，我就电呢，我就戆啊，你台山背个电啊，戆啊，我可能也有啦吼，你电呢，你也听到讲讲吼。全部系台山背了啦。赞同安样讲法么？大家听到先团结起甲做起来。我非常赞成咧，请主委的讲法。所以我咧台山背，我哋有学习几个方式，所以研究有进步的原因是两点。我台价是做电呢，台价那跳出来做。虽然我上任主委，我哋也跳出来，我农场上，我自家落心来进行来做好来。相辅相成，相帮相挺啊吼。当然，主委就讲到，系讲你台山部有7架停车场系阿嬷吼。不过停车场的设置可能还牵涉到很多的问题，它对整个周边环境要做一个整体的思考跟规划。就了下现有个了个免费公车，好好的利用。像你教授提点到的，这个公车不要单单只是运输的载具，能够加值化，能够让它的这个功能更多元的发挥，跟在地结合。其实吼，佢可能都胜过20个停车场吼。如果它能够好好的做，你听下讲到了下吼，你台山背所种的干么，为了为复兴改差，还有你菜地改文化、菜地改生活改民情，都准备会好好来做。三位里边都讲到，唔但像那下母做群都该一个产业，最重要该要加成化哈。这里就讲到我们说1级产业、2级加工、3级的服务，这3个加起来1乘以2等于2，2乘以3等于6。这种6级化就是你下抬价一个核心的价值，在翻转我们农村这种凋敝的状况，或者是农村生产在过去碰到很多的天候的限制，还有人口老化的这种条件，要开创出一种双赢的方法。那个6级个休闲农业就可以你下采题为做的吼。准备是更加个请问你个那个教授林教授，你刚刚也在提到我们的6级产业。6级产业对农人来讲是一个我们未来的价值方向。不过落实到在地，我们有那么好的物产，再看到这个2级加工的部分，未来哈，我们在这个地方还可以更琢磨，就现在有的资源还可以做更多的。我们现在食安很糟糕，但是食安呢，我们就会大家会重视，原料很重要啊。对。所以我们你看啦，我们大山背这个这么好，所以我们从这个无毒的到友善的到有机认证的，我们的将来的茶也好，我们的这些果干，我们的所有的加工，我可以清清楚楚的告诉你，它所有的这个食物的里程的来源。那我们的农民要整合，就跟他配合啦。对。那我们的加工呢？你看现在加工有很多的添加物。你看，连那个自助餐呐，还有那个小学营养午餐饭都还给你加。他说不是防腐剂，叫调味剂。可是我们是零添加，我们还是客家文化从里面去找出来的来做加工。那最后我们在卖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怎么样？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我们要搭配轻旅行，我们要搭配体验行销。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还少了一件事。我们在学罩门的时候，你们听起来整合，其实你们有一件事都没有做到。什么？这罩门刚才也没有把这个秘诀再告诉各位一件事。老师你要给我们好好就是比如说呢，你整合了以后呢，那我问各位一件事啊，原来的店把它串起来叫整合吗？他们是一起到宜兰取经，一起做功课。它5个点每个人服务品质都要一样，规格都要达到一个水准，那它才串得起来啊。要不然我去这个这个跟这个落差这么大，怎么串？真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呢就找了5个亮点，然后大家怎么样一起做功课，然后一起把它那一串给串起来。这刚才我们年轻人讲的要亮点啊。那这5个一起来以后呢，你看每一个点都1乘2乘3，串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链。那由执行秘书长，我想要请教一下，其实你们协会也在负责，就是针对那么优良品质的这些休闲农业区找它的通路，并且行销它。现在国内的市场，当然你刚刚说1200多万都还这个方兴未艾，是不是连国际的市场也会向往我们台湾宝岛，我们农民的淳朴亲切这种部落生活，他们也感觉到很向往，这也是一个通路吗？以我们大山背来讲，这样子的消费课程是不是可以在通路上更努力的？没有错。我们的这个现在休闲农业旅游提供的这个服务现在我们像这个时间点，11、12月这个时间点，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游客非常多。
那尤其是香港、新加坡这2个地方，都是像台北市一样高度发展的地方。对，所以他们来到台湾，不是只有阿里山、101、故宫、日月潭，不是只有这样，他们会进到农村去，要看台湾的文化。那台湾的文化当然在农村，所以我们今年接待了36万多人的国际游客到我们的农村来，所以国际客人是有机会的，没有问题的。现在还有呛烟也不这么反应了，系吗？行销的问题也是很大的问题啊。农产品产出来了，卖不出去怎么办？然后网络的建设可能还有待加强。谢谢。你认为网络的行销上面这一块需要多帮？可是你年轻人啊，你自己就可以在网络上做行销啊。我是可以啊，可是在座的好像比我大的都比较多了。好。对啊，所以他们的。你也可以请他们手机可以拿出来，智慧型的你这边算得出来啊。然后还是普通的比较多啊。年轻人没回来，说实在真的很难推啊，真的。谢谢。所以夯校嘅部分，你喺上条提出嚟，总共是夯校七家类退校七家嘅产品。我提一點啦哈，你可以從外部要進到我們大山背的一些路標的導引啊，可能遠景福利的話，可能在整體的規劃上可能再加強一下，結合的就是我們整個行銷的部分哈，透過網絡的部分可以來做一些搭配。你行擺你繼續來做，後生人哈，你下冇轉到冇下來填書哈，你係問題前台哦哈，咩你啊修區這邊的問題而已。而是整個，我想，在新竹人家島內哈，還有全國這邊哈，都是這個青年返鄉是一大的課題哈。最尾，凱勇，其實你現在是在場最年輕的哈。凱勇，我請教一下，最年輕的人來到這樣子一個相對比較老化的村落，然後要看到未來的明天，其實呼應我們今天的好天氣，然後其實大家都應該要有更多的希望往前去打拼。最後，你一些心得或分享，最後給我們一些建議。其實我們來到大山背這1年多，我們也希望透過我們自己年輕人的方法，去帶更多年輕人進來。是哦。所以我們也跟附近的好幾間的大專院校合作，在我們這個地方實習，或者是在暑假的時候，我們跟全台灣的大專院校去讓他們來應徵，來我們這個地方去發展，去關心在地的這些農業，然後關心土地的發展，然後我們今年我們暑假收到100封的履歷，然後是來自全台灣的大學生們，跨領域的、跨科系的，我們透過這樣的方法去讓這個地方有更多人關注，然後有更多的創新。好，非常感謝。點嚟講，見來見到，注意個你咪見來見到吼，你一片嘅發展，動都值得期待。以上呢，全部因台會來到呢安將嘅台山背，到了百年歷史嘅綠山通面前，朝到大家強行嚟關心呢休閒農業嘅發展。大家看到台山背嘅希望，唔單止係熱點甜甜，不只是在乙等而已，大家都做得好好嚟觀望期待。以上係今日嘅全面台會，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祝大家平安快樂，再會。